予提摩太一批前书，提摩太前书第1章。我也是保罗，照咱的救主上帝，甲做咱仰望的基督耶稣的命令，做基督耶稣的使徒，写批予提摩太。信仰上，我真的囝，愿父上帝甲咱的主基督耶稣赐你稳定、灵敏甲平安。我要去马其顿的时，有劝恁着留伫以弗所，通命令一寡人，毋通传别款教义，嘛毋通浪费精神伫无影者的传说，甲落长的族谱，因为这个只有会引起辩论，袂帮助人用信了解上帝的计划。这个命令的目的是要得到仁爱，这个仁爱是对清气的心、清白的良心、甲纯真的信产生的。有人对这个偏离，失迷伫空虚的谈论，因连家己所讲、所主张的都无理解，阁想要做律法教师。咱知，人若合法使用律法，律法是好。咱嘛知，律法的制定毋是为着正直的人，是为着不法、甲无顺服、无敬虔、甲犯罪、无圣洁、甲贪婪世俗、杀死老爸、甲杀死老母、杀死人、淫乱、好男色、拐诱人、讲白贼、做规正，也是违反健全的教义这类的人。这个健全的教义符合应该得到称赞的上帝所交托我迄个荣光的福音。我感谢，互我气力的咱的主基督耶稣，因为伊看我最通信任，指派我做册用。虽然以前我放毒、迫害，搁甲伊侮辱，还佫得到怜悯，是因为我未信毋捌的时才安尼做。咱的主赐我丰盛到满出来的恩典，互我得到甲基督耶稣结连才有的信甲疼。基督耶稣临到世间，是要拯救罪人。这句话通相信，值得完全接受。罪人中，我是第一派的。毋过，我得到怜悯，是因为耶稣基督要用我这个第一派的人来显明上帝无限的耐心，通做后来信耶稣来得到永活的人的模样。愿尊贵、荣光归伫万世的君王，永远存在，看袂到独一无二的上帝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我的囝提摩太啊，照以前关系你所讲的预言，我将这个命令交托你，互你通用这个预言去征战应该赢的战争。你着接受信心甲清白的良心。有一寡人放杀良心，对到信心亲像船靠浅，其中有胡米乃甲亚历山大。我已经将因交予撒旦，互因受教示，无搁谤读上帝。